台南市政府長期重視校園的營養午餐，面對中央營養3法的訂定，佮着教育部午餐政策的推動，市府一直學童健康優先為主，積極整合資源，將設立午餐保健科作為專職的單位。我們從明天開始呢，我們教育局呢從學輔校安科，那麼分出來就是午餐保健科，也是目前全國第一個以午餐那麼來設科的一個這個都市。我想展現我們台南市呢，事實上對午餐還有營養教育的一個重視。大家都知道台南市的中央廚房還有午餐自辦率，事實上是達到了94%，是全國最高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要確保孩子的飲食。那只要家長當初是家長繳的少，那孩子吃得好。那從9月開始，市長也宣布了，那全部由市政府來提供補助。那但是我們的這個午餐自辦呢，事實上會持續下去。那所以我們成立了午餐保健科之後呢，事實上能夠繼續深化我們的學校除了午餐自備，還有最重要的是營養教育，還有食農教育。另外，在展現食育的實力方面，台南市在參加教育部國教署114年度飲食教育創意競賽健康飲食的小組報，在全國100多支的隊伍當中，台南市嘛有4間學校取得好的成績，其中建興國中的吳宇謙，以及少年師生的私房營養菜單，得到國中組的佳作，佮着最佳的表演獎。我是一個國2小書生，上了國中以後，身體逐漸成長，課業也越來越繁重。明年就要面對會考的大挑戰，成長和讀書都需要體力。好的體力，除了適量的運動和正常的作息，更不可或缺的是均衡營養的飲食。今天來到貴寶地，我要和在座各位分享我的午餐私房營養菜單。這份菜單是由五穀米搭配4菜一湯，以及餐後水果小番茄所組成。五穀米富含膳食纖維，能延緩糖分的吸收速度，幫助穩定飯後血糖，有助於我們下午的學習專注力集中。我們學校也是很鼓勵，就是同學們能夠自己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，然後促進就是對於健康促進有再多更盡一份力這樣子。然後也面對就是大家會討論到的午餐議題啊，就是同學們也可以互相討論出一些大家喜歡的一些菜色，或者是營養的一些條件。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參與的活動。在全國177件的作品，最後選出35件進入決賽，由着各隊以着播報、相聲或者是歌劇等多元的形式來呈現成果。咱市獲獎的還有善化國中、昆山國小以及中明國小，充分展現咱市推動飲食教育的好成績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